林 Sir 寓言故事第一集龜兔賽跑。各位同學，我哋一齊出發去睇睇森林入邊發生咗一件乜嘢故事咯。喺一個陽光普照嘅森林入邊，有一班嘅動物圍住喺度，好似講緊嘢。中間嗰隻兔仔講緊啲乜嘢呢？哼！喺呢個森林裏邊，我認第二，邊個敢認第一啊？邊個夠膽同我跑步比賽啊？出嚟啦！我我要同你呢隻咁自大嘅兔仔比一比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有冇搞錯啊？你呢隻慢郎中想同我比？你行一步都要3分鐘啦，係咪想同我比賽慢行啊？真係笑死我啦！兔仔，我就要同你比。雖然我行得慢，但我願意試下。我未必輸俾你噶。好，大家聽到啦喎，我同烏龜咧就嚟個跑步比賽，睇下邊個咧先係森林裏邊跑得最快嘅動物。我哋不見不散，叫所有動物嚟睇下你呢隻烏龜係幾咁不自量力。嚟到第二日，全森林嘅動物都聚集喺度，一齊準備睇烏龜同埋兔仔去進行一場賽跑比賽。B 長頸鹿裁判哨子一響，比賽正式開始。兔仔好似閃電一般，眨眼就消失喺大家嘅眼前。烏龜仲喺後邊一步一步咁慢慢爬。轉眼之間，兔仔已經跑到去山腰啦。跑咗咁耐，都未見到呢隻烏龜。唉，既然我都已經遙遙領先啦，不如唞下啦。哎呀，呢棵樹又陰又涼，等我瞓喺度一陣先。反正我瞓醒再跑，呢隻烏龜都追唔到我噶啦。我得噶，我一定要堅持落去，唔可以輸噶。好味嘅紅蘿蔔，我先係冠軍。雖然太陽好曬，條路好長，但係烏龜始終堅持咁樣向住終點出發，持之以恆咁樣一路行一路跑。佢雖然已經滿頭大汗，但係一步都冇停過，就咁慢慢超過咗熟睡緊嘅兔仔。夕陽西下，森林響起咗熱烈嘅歡呼聲。烏龜已經逼近嗰條終點線啦！太好啦，就到終點啦！太好啦！吓？咩聲咁嘈啊？死啦！點解烏龜喺我前邊咁遠嘅？唔好衝線啊！等埋我啊！轉眼烏龜已經過咗終點線，勝出咗呢一場比賽啦！全森林嘅動物都熱烈歡呼。呢個就係龜兔賽跑嘅故事。